像是落叶捡一片，情难断，断袂离，一寸伤痕累累。我用痴情绑自己，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你袂开？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搁爱你，徛在雨中出汗家己。我会用时间将你放袂记，才知家己毋捌绝情两字。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你袂开？偏家东，东东啊，我是牛阿公啦。你好，牛阿公，下班了后，敢会使来我家一撮？敢有啥物代志？哦，收拾淡薄仔无爽快。哦，安尼我即马马上请假过去。啊，免，无必要啦。一点仔小毛病无要紧啦。等你下班了后过来我家，我才详细甲你讲伊的病情啦。牛阿公，你唔通吓惊我啦！大姊到底是啥物病啊？身边啦。好，好，我下班就过去。牛阿公，再见。哎，你哪会来？大兄，喂，我有一件代志想要麻烦你。你讲啊？遮讲话无啥方便啦，咱另外找一个所在好无？你嘛知影，我这真无用。 5分钟就好啊。好啦，即摆会晓讲啊吼。你敢会当斗3工放假坐出来？你是咧黑白讲啥话啊？你掠做我是啥物人？法律条文敢是我定的？真简单啊！你想一个办法，甲家姐案摕过来你家己办啊。我毋知影你头壳内面咧想啥。 案件分到上遐就是上班，哪会当甲案件摕来家己办呢？搁再讲，准算是我办这个案件，嘛是共款。无共款，若是我杀人，你是我的阿兄，袂当办我的案件。啊，毋过家姐甲你无血缘的关系啊，你若判轻，无人会讲你无公平啊。你真毋捌代志呢？判刑的轻重是要根据法律的条文，也搁有伊犯罪当时的心态甲伊的动机。 也阁有其他种种的证据，并毋是讲我想要安怎判就安怎判。我的养爸养母干那家姐这个后生，而且我嘛答应阮养母要来找你纠正。纠正嘛是无路用，只要伊有确实的罪证，该判伊几年就是爱判伊几年。我安怎甲判，我的同事嘛是共款安怎甲判，绝对袂因为心理的推事无共人，就无共款的判决。大兄。 你乃连这点仔人情你都唔肯做啦？彬彬，你拢已经高中毕业啊，哪会阁有这种这么幼稚的想法呢？我做法官是执行宪法赋予我的任务，假使我若暗砍伊，安尼我就是知法犯法。既然你这惊死哦，煞去啦！彬彬，放心啦，大法官先生，我袂阁来甲你添麻烦啊啦！再见。喂，大姊，彬彬，伊敢有去你遐哈？
无啊，你找伊有啥物代志？伊佫离开业家，爷阿伯四界咧找伊。哎哟，迄个人哦，已经无救啊啦！大姊，你著莫遐操烦啊！说去啦，看到冰冰，你叫伊来找我，或者是敲一下电话给我。嗯，好，再见。秀秀啊，你家己的代志都已经有够烦啊，搁继续安尼烦恼你小弟小妹的代志，我是惊你对恁小弟小妹来讲真重要，你是袂使破病哦。多谢阿公。大哥阿姐，我要去录音哦。冰冰若有来，叫伊打电话给大姊。冰冰是个安怎啊？对业家走出来啊！大姊惊伊伫外口搁惹代志。这臭小囝人来哦，我要好好啊干嘛啦？想唔是款啊！拄出来2工，咱大家甲苦劝遐个话哦，遮紧都放袂记啊！有够苦哦！大哥阿姐，你莫生气啦。我来去哦。坐，恁大姊哦，才拄入去伊的房间啦。你阿公，阮大姊究竟是为什么代志咧烦恼？哦，经常转来啊。男女之间的感情哦，是一个真困难的问题啦。1+1等于2啦，啊，不过2个查甫的甲1个查某的，都无遐尼啊简单啊。大姊，听讲林金祥转来啊？阿公已经甲你讲啊。大姊是毋是准备要甲伊结婚？本来我去孤山看伊，是下定决心要甲伊讲，我要甲伊平结婚啊。想袂到，伊提早假释转来呀。所以你心内又搁乱啊，想法嘛改变啦。大姊，我感觉你应该赶紧解决这件代志。林金祥即马转来，拄啊着时，安尼你就当放下对林妈妈的心理负担，无牵无挂，嫁予江一平。你对林金祥所做已经有够啊啦，根本无啥物好顾虑的啊。东东，你莫逼我好不好？有找到彬彬无？我有派人去试过找，也毋过转来的人拢讲无找到。哼，恁这个人实在足无路用的。哦，交代因继续找。是，我已经拢交代落去啊，继续去查彬彬的消息。也毋过，大家拢有本身的事头爱做，无办法专心去找彬彬。董事长，是毋是会当报警，请警方斗相共？唔免啊，警方会当发出失踪人口的通报，安尼就较好找啊。咱甲警方找麻烦，已经有够济啊。是。哦诶，你通知公司所有的人，谁若找到彬彬，我就给伊5万块奖金。是，我即马随等来公司，甲大家通知。妈，开5万块找彬彬，安怎？袂用了。哼，有人为着要保护后生，白白胖紧200万，我开5万块找彬彬，应该无算过分吼。
喂，请问爱弟敢有伫个？哦，你稍等者，小弟，啊，电话。哦，喂，爱弟，我是彬彬啦。彬彬，你什么时阵出来的？好啊，你紧来哦。再见。小弟呀，是不是彬彬卡来？妈，我不甲你骗吼，彬彬无杀人，所以互放出来啊。伊招你出去佚佗？唔是佚佗啦，伊是要甲我讲正经的代志。恁囡仔人讲什么正经的代志？妈，好好好，妈莫讲啊。安尼我来去啊。喂，我是叶婉姆啊，你好。哦，小弟哦，伊拄出去啊。伊讲甲彬彬讲正经的代志。哎哟，彬彬吼，甲伊妈妈结气，离家出走啊！我真惊伊又搁甲遐个歹囡仔行斗阵，那安尼又搁要学歹啊，敢毋是？所以我拜托你，暂时收留伊。即马嘛，敢若有小弟会当影响伊，会用伊劝伊用功读册，明年才搁考大学。好，等因爸爸回来，我甲伊参详一下。丽华，你一定爱甲我斗相共。好啦，彬彬住伫咧你遐，每个月的费用，还有伊要用的钱，我会派人逐个月甲你送去。迄就毋免啦，只要彬彬乖乖，莫惹麻烦就好啊。丽华，多谢你。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离袂开？你有较白啊，嘛较肥啊哦。你较乌啊，嘛较瘦啊，是毋是想我啊？你有够害的，出来也毋甲我讲。我有一大堆代志要处理啊。臭大，条件加无用。骗你是狗仔囝，我已经离开业界。真是的哦，安尼你以后要安怎？什么要安怎？穿衫食饭，还还有暗时要困倒啊？伫台湾，你敢捌听过有人去用钥匙的？无啊，只要袂钥匙哦，就有气力去做足侪代志的啊。总是爱有大的所在啊。莫管遐济啦，非得吼，我家己会想办法啦。你要互吉普赛人四个流浪啊？爱弟啊，你身躯敢有钱啊？我身躯敢若有200块。有够啊！先少啊，我想要买2本书哦，送互阮小弟。加济猪是安怎爱你买啊？我放出来，伊去用关入去啊。恁两个人拢唔讲话啊？家姐，真实嘞，我袂当甲你斗相共。是我家己做唔对代志，我本来都无应该害过，洪冤枉关骨落讲。我无要紧啦，只要你会当变好，只要你的心目中会当有我这个哥哥，什么冤枉，什么委屈，我拢会当忍受。哥，你是我的好哥哥，我会永远拢尊敬你。希望你伫咧内底会用甲过去的歹习惯拢总改掉。你敢搁有咧食薰？
早都无食啊。歹势哦，时间到啊。先生啊，敢会当搁加互我几分钟？好啦，家姐，迄什么物件啊？这是猪啦。我检查者。好。家姐，迄是哥要送互你考高中的参考书，希望你唔通放弃功课。伫个公路内底，同款会使用功读书啊。就亲像吴振辉，伫个心德少年家家内底，用同等学历考到大学啊。哥，我一定会照你的话去做。家姐，你一定要加油哦。你甲爸爸妈妈讲，请因放心，以后我会重新做人，绝对袂阁互因伤心失望。啊，买一项哦，来。冰冰啊，你已经是第4碗呢。我会枵嘛。周阿姨唔是惊你食啦，你一下食较多，对胃唔好啊。冰冰，你搁离开叶家，是毋？嗯。周阿姨，我无爱钱啦。你总是袂用安尼心定定摇巴肚啊，2顿3顿做一顿食。来，这有1000块，你紧摕去。周阿姨，等我若找到头路，赚到钱了，我就害你。好啊，也毋过爱加利息哦。嗯。哦，小弟，你甲阿姨做一件代志，这1000块就是你下啊。什么代志啊？送便当回去，互恁大箍阿姊甲婉婉食。玉玲啊，你莫搁哭啊啦！当初决定要做士官的时阵，是恁叶家顶顶下下所有人拢有同意。为什么家姐出事了后，恁拢无关心伊，甲伊当作是怪人？玉玲，无人唔关心伊，更加无人甲伊当作怪人啊！妈的目睭内敢若有冰冰，连你都不爱擦。家姐叫人掠走啊！你谁去看过伊？你谁要为伊烦恼？我已经替伊请上好的律师啊！敢若请律师安尼就搞我死？无你讲，我还会当做啥物？冰冰伊离开，恁所有人拢足着急的，甚至叫规个公司的人去找伊。玉玲，一个囝犯法去坐家，袂用互另外一个囝，搁再犯法，搁再去坐家。你毋是讲冰冰已经大汉啊，袂搁再出问题啊？
妈妈伊袂放心啊。去接电话啦。喂，请稍等一下，你的电话。什么人敲来？警察局。喂，叶判员。是，好，我马上过去。警方抓到甲咱恐吓的人啊！哪能200万呢？嘛找到啊！我陪你做伙去。这是200万，叶太太，请你点一下啊。好，月亮，这是安怎？我叫5个群众，迄个甲咱恐吓的人。因迄几个人钱分袂平，拍起来啊！所以我带警察去的时阵，因也袂离开啊。叶先生、叶太太，恭喜你！根据黄昭良伊的口供，杀死迄个菜脯的，毋是你的后生叶家济。哪能是向太？毋是冰冰吼？毋是啦，是因家己人误杀的啦。安尼，我的后生家姐应该会用放出来啊！吼。我已经甲口供送去法院啊。照你讲，恁后生今仔就会甲转去啊？哥。阿嬷，家姐，你回来啊？过了。哎呀，又过互恁妈妈气走啊！我去甲伊找回来。家姐，你要去倒位找？定定甲伊斗阵的迄几个人，我熟悉。煞去啊，家姐，莫去惹事啊！阿嬷，你放心啦，我袂惹事。好啦，那安尼你要紧转来，啊若无恁妈妈又搁要烦恼啊。妈。有缘该爱你，怎会偏偏离袂开？家姐，妈，我要出来一个。袂用的，拄则转来，搁要出去了代志哦。你要去倒位？我去甲哥哥找回来。全公司100几个员工，4个拢找无伊，你是有啥物材料找着伊啦？不准出去，你有听到无？高中联考，这2本书你当时去买？哥送去互我的，伊鼓励我，伫个家教，赶快会当读书，会当考大学。伊真是安尼先甲你讲的。我即马无食薰，嘛是伊考劝我。你为啥那遮尔听伊的话？因为是阮哥哥，我太人，伊替我去封关，伊爱我转来，拢莫甲别人讲。李子，彬彬，你来。哦，大哥阿姐，我替你甲李子送便当来啊。先扛嘞。
你坐来，我有话要问你。甲我讲，你是安怎要入开业家？讲话啊！只要你讲得出理由，大哥阿姐一定支持你。大哥阿姐，我今年已经18岁啊，我已经大汉啊，我无想要做了尾仔囝，嘛无想要互人照顾一世人。我要自立自强，我要用家己的手拍出我的天下。你想了伤简单啦！你才高中毕业，你有才调做啥？什么代志我拢会当做啊，亲像阮爸爸同款，我会使去工地做工，会使去送报纸，嘛会使去卖水果啊。而且我阁要利用余闲的时间准备功课，参加明年的大专联考。好，袂歹。只要你会当学恁爸爸迄种打拼精神，大哥阿姐一定听你啦。大哥阿姐，食饭啊啦！啊，对啊，阮日子咧。燕儿一双双，遨游在天上，一朵逍遥，令人心向往。羡煞多少有情人，对着天空不停问，你们爱有多深？是否真的不离分？燕儿呀，燕儿呀，爱有多深才会不离分？爱有几分才会这么真？燕儿一双双，遨游在天上。冰冰，你即马拍算要创啥？凊彩啊，什么叫凊彩啊？创啥拢会用的啊！我身体遮尔好，去工地做工嘛会用的啊！你敢若会晓操蛋？丽子，你莫气我啦，你应该要鼓励我才对啊！我就是要气你，你才会振作，才会好好做人，好好做代志。爸爸，这是大姊送我去车头的时阵，临时买的一挂伴手，讲是要送给爸爸跟妈妈的。哎呦，这个秀秀是安怎要遐客气咧？大姊讲，昨暗阮咧大裤阿姊迄边遐，想我回来啊，袂付送爸爸跟妈妈。嘿，秀秀吼是来做捌礼数的啦，自细汉我就足介意伊的啊。爸爸，恁昨是安怎遐尼晚，阁要赶转来伫山咧？哎呦，啊恁妈妈就是神经神经啦，一个想着讲要转来哦，就随要转来啦。我讲伊两句吼，伊随头应啊啦。唔限讲咧，你若莫了我生气，我哪会头痕啊？我甲你讲，你后摆搁气我吼，我就会生气，就无要搁起来啊啦。妈妈，你莫讲这种话好无嘛？你若昏倒，皮皮是要安怎？唔免强用啦。你若是无想要看妈妈生气，你就乖乖听妈妈的话，赶紧结婚。好啦，我听妈妈的话就是啊。你爱我嫁互谁，我就嫁互谁嘛。有影。准讲秀秀唔结婚，你嘛愿意结婚？秀琪啊，那安尼咱明年就应该抱孙啊呢。你欢喜了伤早啦！我问你，婆婆要嫁互什么人啊？老三啊。你这神经病呢？
你袂记哩啊？恁阿兄无愿意甲第三个嫁过来咱兜哦。哦，那呢明仔载吼，我才找大兄来参详一下啦。我看吼，咱抱孙的梦吼，袂遐尼啊紧啦。好啊好啊，你减啉寡。哎，我无去外口甲朋友啉酒，踮厝内啉淡薄都袂用的哦。会用哩，你只要莫去外口学白来哦，伫咧厝里安怎恁拢会使。哎，去楼骹搁甲灌两罐啊啦。对啦，我想起来啊，顶届吼佩佩甲你娘伙啊，有甲你见过过，酒袂当啉伤多。哎呀，我都咧心情歹啊，你搁插遐尔多，紧去紧去啦。唉，妈，你要出去啊？恁爸爸心情无好，要啉烧酒。东东啊，过来过来。哦，东东啊，恁爸爸已经啉3罐啦，你讲话较细哩咧，千万莫惹着伊哦哈。赶紧过来，家用伫房间内迅速甲叫出来。哦，家勇啊，恁爸爸叫你，紧出来。东东啊，我昨甲你讲过的代志，你考虑了安怎？什么代志啊，爸？搁有什么代志？不孝有三，无孝为大。咱平家无子孙，我认啊。恁王家袂当无子孙啊。当初我答应恁妈妈，你的囡仔一定要有一个姓王。家勇啊，我要叫东东去另外娶一个某，替因王家生一个囡仔。你若是愿意，因就住伫厝内，各住一房；你若是唔愿意，王家的新妇会当住伫外口。东东对你是平家东，对王家的新妇是王家东，两边无同。家勇啊，你袂当替阮平家传宗接代，我无怪你。也毋过，我答应过东东因亲生老母的代志，我袂当无做啊。家勇，你应该袂怪我啦，吼。只要东东愿意，我无意见。东东啊，我相信你应该嘛袂有意见啦。爸爸，不管是平家东或者是王家东，拢同款是咧讲我。卡叔娶两个某，就是犯重婚罪。哎，什么咧重婚罪啊，无重婚罪啊？只要查某囡仔愿意替你生囝哦，家勇也无反对，都袂有问题啦。爸，法律绝对袂允准安尼做的啦。哎呀，你莫掠准讲你是法官吼，你就有材料甲我吓啦。这种代志吼，我找足侪人问过啊。我已经叫你妈妈吼去找到一个家世足好的查某囡仔，到时阵互你好好看卖者哈。老话啊，你每白啉烧酒，就要点英雄起酒痟，你咧胡白讲啥？哎呀，你家较掂的啦，今仔日这件代志我一定爱解决啦。东东啊，你先去写一下契约，叫家用马上签字。你搁再胡白讲，这个罐烧酒我无爱互你啉嘛。哦，我好比笼中鸟，有翅难展。嘿，你甲手互我嘛？家勇啊，唔通甲恁爸的话藏伫咧心内，伊是啉烧酒啉糊涂啊啦。我知影。就算讲伊要替东东搁再娶，东东嘛袂答应的。我今仔日已经向公司请调来勤，主任答应啦。调什么活拢共款，上好啊！你甲工课辞掉，什么拢莫做。这无共款，做来勤工作的人，若是讲有心啊，嘛是会当继续工作啊。安尼讲，你决定要生囡仔？
一口鼎，加减做，生活较苦也是假。有缘该爱你，怎会偏偏离袂开？东东，你的年假是啥物时阵？我无想要休假，我想要请一礼拜假，你敢袂当陪我出去行行的？我决定要生囡仔。加油！冰冰周阿姨你好，啊，安那会这晚才来呀？妈，是啥啊？是我啊。哎呦，我的少爷，哈尼晚，你哪会搁伫咧外口啰啰嗦？二姊，我看你这个模样，你嘛是才拄转来无偌久。我是咧甲人讲代志，讲较晚，所以转来较晚。冰冰，婉婉，恁巴肚会枵袂？我煮宵夜互恁食。我袂枵。冰冰，你咧？我啥物拢无想要食。冰冰，暗时大看就后边去针灸，你走来创啥？我有一件代志，想要甲周阿姨参详一下。啥物代志？你尽量讲啊。周阿姨，我敢会当伫咧遮暂时住一段时间？冰冰，你这段时间无拍算要等去业教？冰冰，你是毋是搁做啥物代志，毋敢转去啊？二姊，你真正遐尔啊看我无心？我哪会看你无？我只是想要问你，是安怎你无想要转去业教？我感觉厝内每一个人拢对我伤好啊！伫迄种富裕的环境内底，我惊家己永远袂大汉。哦，你啥物时阵遐尔啊捌代志啊？我甲阮爸爸讲过啊，爸爸嘛同意我暂时伫咧外口住一段时间。叶爸爸真正同意哦。二姊，拜托你，你相信我好无？冰冰，既然恁厝内有同意，我当然欢迎啊！你就甲恁姐姐困啦。我才不会甲伊困呢，伊细汉的时阵拢会踢被。哼，我甘愿家己困伫咧客厅的碰椅啦。冰冰啊，冰冰，冰冰，我叫你，你无听的哦。大哥阿姐，我即摆毋是来啊。你若要踮遮住，都爱乖乖啊，听周阿姨甲我的话。大哥阿姐，你耳仔足好的呢，啥物拢听会到。我的耳仔是毋是好？无你的代志，你爱老老实实回答我的话。好啦，大哥阿姐，你放心啦，我住伫咧遮，一定会乖乖听你的话。好，我就答应互你住落来。也毋过，你逐工一定爱敲一下电话，转去互恁阿嬷。冰冰，恁阿嬷自细汉就疼你，伊若是一天无看到你吼，哎哟，安尼伊逐暗吼拢困袂安心嘛。
丽华，真实的，遐尼晚，搁甲你吵。盐，你莫客气啦。丽华，冰冰敢毋甲小弟转去恁兜？无啊。啊？那安尼小弟敢有甲冰冰见面？哦，这我都无啥清楚啊。盐啊，你稍等一下，我叫小弟来甲你讲话。小弟，小弟呀，妈，什么代志？你的电话。爷妈问你冰冰的代志。哦，喂，爷妈。小弟啊，你有见到冰冰无？见到啊，伊比以前较白，嘛比以前较大颗啊。哦，那安尼是啥物时阵甲你分开的？阮见到面，伊甲我，阮马上就分开啊。哦，啊然后咧，伊去倒位啊？哦，伊讲伊要去买猪，送去互一家的小弟。哦，多谢你，再见哈。好，阿妈再见。因小弟嘛坐到，原本杀人的就是因小弟啊，冰冰是替伊担罪。唉。喂，阿妈，冰冰，哎呦，你这个囡仔吼，实在真无乖。你是去倒位啊？我伫咧周阿姨因兜。哎呦，你若无较早打电话给阿嬷，阿嬷足着急的。阿妈，我嘛是才拄到周阿姨因兜的啊。哪会遐尼晚才去？食饱未？食，我会照顾我家己。阿妈，你放心好无？搁再安怎讲？你也是一个囡仔，我哪会放心？我偌希望你逐工拢伫咧阿嬷的面头前。阿妈，你莫着急啦，早晚吼，我会转去你的身躯边。恁爸爸甲我讲，你甲伊讲的遐个话，冰冰，莫会遐尼倔强，也是紧转来，吼。冰冰，你有听到阿嬷讲的话无？听到啊。身躯有钱无？有啦。爱逐工打电话给阿嬷，知无？知影。乖，安尼才是阿嬷的乖孙啊。阿妈，明仔载我会搁打电话来。阿妈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大哥阿姐，我甲阮阿妈讲完电话啊。家姐，家姐，冰冰，紧走啦！紧走！我太老啊！你还阁细汉，你无法度食苦。哥，我较早对不起你。家姐，迄是哥要送予你考高中的参考书，希望你唔通放弃功课。伫咧公路内底，同款会当用功读书啊。就亲像吴振辉，伫咧新德少年家内底，用同等的学历考到大学啊。
家姐，家姐，阿嬷，恁爱一个人伫恁哥的房间底戆心戆时，我咧想过，我找着彬彬啊，真实哦，当然嘛真实的。拄则彬彬打电话来甲我讲，伊真好。阿嬷，搁伫咧倒位？彬彬讲，伊暂时住伫咧周阿姨因兜。我要去找伊。家姐，你是咧着急啥？我要去找哥，这尔晚，袂用伊去。阿嬷，即马袂真晚，袂用诶。3更半暝，你一个囡仔人伫咧外口拍拍走，阿嬷袂放心。就算讲阿嬷互你去，拢已经遐尼晚，你去会吵着大箍阿姐，甲周阿姨因困，安尼真歹势。乖，也是明仔早起再去找吼。转去以后，好好啊读书，加陪阿嬷，对爸爸妈妈爱友好，将来考到一个好的高中，了后考到大学。家姐，妈，我伫外口有看到你房间搁光光。我困袂去，伊搁爬起来看书。用功免得即马啦，上重要是爱会当坚持。我知影。你要天光啊，你紧去困啊。奇怪，那也袂天光。我要安怎救你？你量早互我答案嘛？要若无，阮妈妈一天到晚要甲我介绍女朋友，我真正挡袂掉。我想要知影，为啥到阮兜门口口，你不爱入去？是不是？甲以前拢放袂记，放下感情的幸福。